2026除夕最慘天后，王菲春晚唱你我經歷的一刻風頭正勁，卻連夜趕到香港將拍豪宅邀人。Lucas 神回覆讓他啞口無言，謝賢互宣發飆怒斥。在2026年除夕這個本應充滿溫馨與團圓的時刻，娛樂圈卻爆出了一則令人瞠目結舌的消息。天后王菲在春晚舞台上憑借你我經歷的一刻風頭正勁，然而表演結束後卻連夜趕到香港將拍之豪宅邀人。大兒子 Lucas 的神回覆讓他啞口無言，謝賢更是互宣發飆怒斥。這一系列事件猶如一顆重磅炸彈，在娛樂圈和公眾中引起了軒然大波，背後所反映出的家庭情感糾葛值得我們深入探討。事件背景複雜的家庭關係網，要理解這一事件，首先需要梳理清楚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以及謝賢之間複雜的家庭關係。謝霆鋒與張柏芝曾有過一段婚姻，並育有兩個兒子謝震軒 Lucas 和謝震南 Quintus。儘管兩人離婚多年，但孩子始終是他們之間無法割捨的紐帶。而謝霆鋒與王菲在經歷分分合合後，感情也一直備受關注。謝賢作為謝霆鋒的父親，對前兒媳張柏芝一直偏愛有加，甚至有傳言稱他打算把遺產留給孫子，而對王菲則始終未能公開接納。除夕風波，矛盾的集中爆發，王菲春晚後的舉動。2026年央視春晚，王菲以一首你我經歷的一刻驚豔全場。這首歌以情切空靈的歌聲，道出百年長河裏人與人相遇相知的緣分和彼此照亮的暖意。憑借詩意歌詞與繾綣旋律，打動了無數觀眾。然而，表演結束後，王菲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舉動，連夜趕到香港將拍之的豪宅。有消息稱，王菲此行的目的是想見見謝霆鋒的兩個兒子，或許是想在除夕這個特殊的日子裏，增進與孩子們的感情。Lucas 的神回覆。當王菲出現在張柏芝豪宅時，大兒子 Lucas 的反應卻讓他始料未及。Lucas 面對王菲，神回覆道：你只是爸爸的朋友，媽媽才是最親的人。這一回覆讓王菲瞬間啞口無言。對於 Lucas 來說，他從小在張柏芝的悉心照料下長大，母親在他心中的地位無可替代。儘管他知道王菲與父親的關係，但在他幼小的心靈裏，母親的愛和陪伴是無法被任何人取代的。這一回覆也反映出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對親情的深刻認知和堅定選擇。謝賢的互宣發飆，就在現場氣氛陷入尷尬之時，謝賢聞訊趕來，看到王菲出現在張柏芝豪宅，謝賢頓時怒不可遏，互宣心切的他發飆怒斥王菲。謝賢一直對張柏芝偏愛有加，他認為張柏芝為謝家付出了很多，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長大不容易，而王菲的出現，在他看來可能會打破孩子們原本平靜的生活。謝賢的怒斥也體現了他對孫子的深深關愛和對家庭秩序的維護。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，謝霆鋒的缺席與家庭關係的失衡。謝霆鋒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在家庭生活中，他卻常常被指責為缺席者。由於長期忙於工作，他陪伴孩子的時間相對較少。相比之下，張柏芝則獨自承擔起了撫養兩個兒子的重任，給予了孩子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。這種家庭關係的失衡，使得孩子們與母親的感情更加深厚，而對父親的陪伴則相對渴望。王菲的出現，在一定程度上觸動了孩子們對父親陪伴缺失的敏感神經，也引發了謝賢對家庭現狀的不滿。謝賢的情感傾向與家族內部的潛在波瀾，
謝賢對張柏芝的偏愛眾人皆曉，他不但高度稱讚其為女中豪傑，在張柏芝帶着孫子回國之際，還親自前往機場迎接，甚至有傳言稱他打算把遺產留給孫子。而王菲儘管和謝霆鋒感情穩固，卻始終沒能得到謝賢的公開接納。這種情感傾向在家族內部引發了潛在的波瀾。謝賢的互宣發表不僅僅是對王菲個人的不滿，更是對家族內部關係的一種維護和調整。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，讓孩子們感受到家族的支持和關愛，同時也向外界表明自己對家庭秩序的堅定立場。媒體炒作與公眾關注的影響。在娛樂圈，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和增加流量，常常會對明星的私人生活進行過度關注和炒作。這一事件在媒體的渲染下，迅速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。媒體的報道往往會對事件進行誇大和歪曲，從而加劇了矛盾的激化。公眾在關注這一事件的過程中，也會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情感傾向對事件進行評判，進一步影響了事件的發展方向。事件的影響與啟示。對王菲和謝霆鋒的影響。這一事件對王菲和謝霆鋒的形象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。王菲在公眾心目中一直是一個獨立、神秘的藝術形象，但此次事件讓她陷入了輿論的漩渦，被指責為不顧他人感受，強行介入他人家庭。謝霆鋒則被認為在家庭關係處理上不夠得當，沒有平衡好事業和家庭的關係。這一事件也提醒他們，作為公眾人物，不僅要注重自己的事業發展，更要關注家庭關係的維護，給孩子一個健康、和諧的成長環境。對張柏芝和孩子的影響。對於張柏芝來說，這一事件進一步證明了她在孩子心中的重要地位。她多年來獨自撫養孩子的付出得到了孩子們的認可和回報，同時這一事件也讓她承受了一定的壓力，但她始終以堅強的態度面對，展現了一個母親的偉大和無私。對於孩子們來說，這一事件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產生一定的影響，但相信在張柏芝的關愛和引導下，他們能夠健康成長，正確看待家庭關係中的矛盾和問題，對社會的啟示。這一事件也給我們社會帶來了一些啟示。在現代社會，家庭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，離婚、再婚等現象日益普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何處理好家庭關係，給孩子一個健康、和諧的成長環境，成為了每個家庭都需要面對的問題。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和感受，同時也要注重溝通和理解，避免因為一時的衝動和誤解而傷害到家人之間的感情。此外，媒體也應該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，客觀、真實地報道新聞，避免過度炒作和誤導公眾。2026年除夕，王菲的這場風波，看似是娛樂圈的一場鬧劇，實則深刻反映出家庭情感關係的複雜與微妙。在這場風波裏，沒有絕對的對與錯，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，有着各自的考量與訴求。王菲或許是想在特殊時刻與孩子親近，彌補情感空缺。Lucas 的回應是孩子對母親深厚情感的自然流露，也是對穩定親情關係的本能維護。謝賢的互宣發表飽含着對孫輩的疼愛，以及對家族秩序的執着守護。而張柏芝多年獨自撫養孩子的艱辛，也在這場風波中得以凸顯。她用行動詮釋了母愛的偉大與堅韌。這一事件也讓我們看到，在家庭關係中，溝通與理解是多麼重要。倘若各方能多一些換位思考，
多一些坦誠交流，或許許多矛盾與衝突都能迎刃而解。同時，媒體在報道此類事件時，更應秉持客觀公正，避免過度渲染與炒作，以免給當事人帶來不必要的傷害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，家庭關係的和諧穩定關乎每個人的幸福與成長。我們應從這場風波中吸取教訓，珍惜身邊的親人，用心經營家庭關係。在面對家庭中的分歧與矛盾時，以愛為橋樑，以理解為藥詞，共同化解難題，營造溫暖和睦的家庭氛圍。如此，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擁有堅實的情感後盾，從容面對生活的風風雨雨。願每一個家庭都能充滿愛與歡笑，成為每個人心靈的避風港。